好，师父呢借这个机会来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介绍，念佛可以增福增慧。有一部经叫做《唯物三昧经》呢，里头有记载一段内容，说有2位兄弟啦，哥哥相信因果，弟弟呢他不相信。不过呢，这个弟弟却很懂得面相。有一天，弟弟在自己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脸上已经出现了死亡之相了，最多不过7天，他一定会死掉的。于是有一位智慧的人就叫他去请问佛陀了。佛陀告诉他说，7天之内会死没有错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但是如果你能够一心念佛，并且能够持戒，身口意要清净，或许你可以度过这个灾难。弟弟当下呢，就照着佛陀所教的方法，一心一意的念佛。到了第6天，有2个鬼差要来抓他，而鬼听到他念佛的声音，竟然无法向他靠近。于是这个鬼就回去报告阎罗王。阎罗王呢，就把弟弟的生死簿拿来一看，看到上面已经加注，另外写了一个内容，说由于这个人持戒有念佛的功德，将会升到第3阎摩天上去了，他不会受苦，而且会延长寿命。哇，这个人果然呢，活到将近100岁。所以各位，不可思议的。另外，在比喻经里面，一个长者他不相信造善有善报，造恶有恶报。50岁的时候，他忽然之间晚上他梦见了罗刹鬼呀，拿着这个索命符就说了：10天之内我要取你的性命。这个长者醒过来之后，心里非常恐慌，非常害怕。天亮以后，他就去找占梦的相命师，要替他卜一个卦。这个卦上面呢，就说了10天之内会有罗刹鬼要来害你啊。这个长者就更加害怕了，糟糕了，非常害怕，就去求佛来救命。佛呢，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想要躲避这个灾害的话，你从今天开始，你要专心诚意的念佛，你还要皈依3宝哦。这么样做呢，你就可以免除死亡。长者因为害怕生命被夺走啊，所以他完全照做，专心念佛，一心信向3宝。结果呢，罗刹鬼到了他家门口啊，见到他在修功德，因为念佛的地方是吉祥宝地啊，所以他不敢靠近，也不能害他，最后只好走开了。这个人因为念佛的功德，也是最后活到100岁，死后呢还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各位，念佛可以增福增慧，可以增寿命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，在经典里面就很清楚的记载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念佛啊？一定要念佛，而且念佛不要花半毛钱啊。念佛随时随地，不需要有任何选择地方。你在厨房也可以念，在家里也可以念，你在道场当然可以念了，你在工作当中也可以念。你心不要离开佛，一心一意的念佛，自然感应到家，佛光给你普照，能够消灾免难，天福延寿。所以借这个因缘来给所有的莲友们比这个例子，让各位能够了解。因为这2个公案都是在经典里面记载，佛亲口告诉我们的话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，要接受。南无阿弥陀佛。